各位好，以下係一則突發報道。曾因東張西望而廣為人識嘅河伯，琴日中午12點半因肝癌離世，終年77歲。消息今日傳出之後，引起全城關注。回顧河伯嘅故事，可以話係由一場忘年戀開始。2024年，河伯邂逅細佢超過30年嘅內地婦人葉秀定，即係新河太。兩人相識僅46日就閃電結婚。婚後，河伯指控5名子女夾埋拎走佢450萬元定期存款，於是同新河太一齊上東張西望追討。片段播出之後，轟動全港，新河太嘅金句更成為網絡熱話。不過呢段忘年戀呢，好快就演變成流血事件嘅，兩人其後關係破裂。新河太宣布要離婚改嫁，河伯喺屯門住所升降機大堂用折刀襲擊對方。今年5月被判蓄意傷人罪成，入獄2個月。咁今年6月咧，河伯做小腸氣手術期間驗出肝硬化同肝癌，醫生當時判斷佢只係剩翻幾日至1個月命。到咗8日中午，河伯喺醫院安詳離世，冇入過深切治療部，冇插過喉，係瞓住咁走。據知河伯臨終前2日獲牧師洗禮，曾經反面嘅子女亦到醫院見佢最後一面。網民對於呢段轟烈嘅忘年戀以悲劇收場，都紛紛表示惋惜。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